做像昨天的结束这样。OK 好，那我们大概休息预备一下，然后我们应该就做了。如果我跟你走，还是我要跟你走？找不到猪我要跟你走。主要让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中或不足中，我们透过这些歌曲，透过这样的预备，主要我们再次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再次知道你喜悦我们的敬拜，以及来超越你的这一整个过程。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在这段时间呢，因着疫情，我们的敬拜生活有所改变。但今天还是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恳求主在这段我们的几乎都比较疏离的时间，我们聚会比较疏离的时间，让我们再次与我们的神。
当如果有人感到孤单的，我们可以求主，挪去我们寻求他那个时候的不安还有恐惧，因为他临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掌权的保守值得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瞻仰主在我们面前的宝座。我心上一起。
恳求圣灵这个时候真实的居住在我们当中，让真实的盼望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绝望，改变我们的不幸。我们恳求圣灵真的是居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虽然在现在人烟稀少的时候，仍然满有他的盼望。我愿成为圣洁居所的他人同在，使我心渴慕。一直有山火随行。
美丽，因为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是一群有福的百姓，在疫情的威胁之下，我们。恭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1到8节。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1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遭受极大的迫害，使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在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去。并且为他大声哀哭。这时候，扫罗进行追裁教会的工作，他挨家挨户收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进监牢里。那些跟在信徒到各地传福音，被领到撒玛利亚去，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群众都聚精会神地听腓利所说的话，他们一边听。观看他所行的神迹，呼吁大声呼叫，从许多所依附的人身上出来，许多瘫痪的、跛脚的也都获得了医治。撒玛利亚城里充满着喜乐。第二段经文预备起。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你们快乐的心子。经过磨练，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接着我们播放这个的显示影片。先是结束之后，我们请牧师讲道，主题是逆境中的宣教。
媒介，仍然能够有美好的交易。我们要分享主的话前，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一起来敬拜神。无论是在礼拜堂弟兄姐妹在一起，或是在网络上跟我们同心敬拜，主你的恩典同样的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启发，得到信心，跟得到力量。感谢奉耶稣的祷告，阿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逆境中的宣教。那换句话说，有时候是顺境顺利的。早期在这1-2年来，我们教会推动的所谓的幸福小组。如果说幸福小组就是一个顺境中幸福的宣教，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在困境当中仍然能宣教。那无论是得时跟不得时，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一样的，只是你能够因应时事，你能够看见这个时机，神的恩典在哪里，就去追寻。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初代的教会遇到了迫害所产生的一个现象。那经文我们很容易能够掌握，是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受到了迫害，但是呢，使徒并不因为这样子就分崩离析了，反倒是在那种不得时的环境之下，福音被传开了，就是讲这个故事。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当教会开始在成长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残酷的挑战，就是当时的一位执事也就是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司提反被杀死，而且殉道了。那个时候扫罗还没信主，他成为一个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急先锋。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背景。那我们要直接来从这些圣经的经文里面学习，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未归信的扫罗跟受迫害的教会，感觉上这2个点都不是很顺利的点，都是我们觉得最不希望碰到的事。但是我要看见神在当中如何的运用他的恩典跟祝福。圣经这样记载，司提反殉道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极残酷的迫害，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带了一个荣景，因为他们刚经历过主耶稣受苦，大家惊慌。直到他复活，圣灵在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重新得到了力量，感觉上好像这样从此开始事情会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遇到困难，因为当权者当时的犹太的所有的会堂以及当时的罗马政府看见这一群原先耶稣被处死之后，以为就从此消失无踪的这些耶稣的信徒，竟然重新凝聚，而且更大的力量所以呢，他们的迫害就有制度了，有计划了。那这个故事就在讲当时的情况这是司提反殉道的一个经过这样用图画把它呈现来殉道的是我们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圣徒。那一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谁呢？扫罗，当时还没有改名叫保罗，当时他也继续进行敞开教会的工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7章是提到说，司提反被处死的时候，其实扫罗是在旁边的，对不对？在那边监督着，在那边看着好像就是他觉得他的成就之一了。所以呢，后来他没有收手，反而是继续摧残教会，挨家户挨户收捕男女信徒。换句话说，一个都不让你逃，
那表示说，所有曾经露过面的，曾经被人家告密的，曾经被人家点名的，这些人都逃不掉，所以不得已，这些信徒就分散了，因为觉得不要在耶路撒冷，那还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捆绑，被关在监狱里面。那这个图片都在讲述扫罗迫害基督徒的这个情况。我这些图片是在讲到说扫罗后来信主之后的第一堂牧师有点口误是保罗在往大马士现在是在大马士革的路程当中被耶稣光照。这一位迫害耶稣教会的急先锋，上帝就很喜欢这种人，我就拿来当我的门徒所以这位保罗成为初代教会一个主要宣教的一个代表。那我们是看到这段经文的历程里面有几个让我们思考的。第一个是初代教会遇到大迫害，首次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虽然是在逃难，分散各地，但是他圣经说却是努力的传福音。那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看来情势是对基督徒不好，看来保罗是专门在赶尽杀绝的。不过经文的脉络让我们发现说，好像扫罗在迫害教会，反而是在帮助教会，因为帮助了一个一个逃散的基督徒成为精兵，成为勇敢见证神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原先是凝聚在耶路撒冷的，那被迫离开了，感觉好像就消失无踪了，但是竟然是成为传福音的更好的一个利器。其实我们可能不是很好的比喻啦，但是你知道，这个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大家有封城，对不对？封城的时候，经过1-2个月，也许病毒就不散播了。但是一宣布封城的时候，听说有500-600万的武汉的居民就到处各自逃难逃东逃西那个网络上有报告说，那个路线全世界都散布了。一封城就全部逃了，病毒就传播过去。这是一个负面的讯息，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好像也是这样子，因为被迫害了，所以就扩散式。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病毒式的扩散。但是这种是福音的恩典的福气，而不是病毒。那两种的模式类似，但是这个效果是正面跟负面的。原来在迫害基督教、迫害教会的保罗，他以为他的诡计得逞了，没想到上帝竟然是用这样的一个迫害者帮助福音传播出去。我们人再怎么想都不可能想出这样的计谋，或是这样的计策。你即使要做也做不来，对不对？但是上帝会在恶事当中成就他的美事。我们也看到圣经特别是在旧约很多的地方，上帝从兴起的异邦的领袖、异邦的国王来教导这个以色列人，好像他呼召了恶者来做善事。那这是人的能力有无法去理解的，只有圣灵，只有上帝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原来保罗未归信之前就在帮助传福音了。所以如果要说业绩保罗在迫害的时代他已经有业绩了，因为他已经帮助了传福音了。但是很有趣的一个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信号。那这段经文还讲了一个代表，就是传福音的代表，就是门徒腓利。他也是这样子，逃到了撒玛利亚，但他那边不是躲起来，隐姓埋名从此就不讲他是谁不讲我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逃难的人最怕就遇到这种情况身份不能暴露但是没想到这一群基督徒以腓利为代表，他逃难到撒玛利亚，向当地人宣讲基督的事，也行了神迹医治病人。
可见是一个带着威胁、带着苦难、带着逃亡、带着他没有办法安住在自己家里的一个基督徒，竟然是带给了他到的地方的撒玛利亚城，说充满着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说这个事情未免也太强烈的对比了吧？我是带着一个危险、迫害的心情，然后去传福音给别人。照理讲，我是要把我的困难带给别人才对，反倒是我带了喜乐，带了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是神的恩典，神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从历史上很多是逃难的，战争不会逃难，饥荒也会逃难，大自然的变化让人家逃难。逃难的人通常带着一种心情，就是我如果能够存活下来，那我就感谢主了。我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吗？我有能力让讲好消息吗？没有，因为他自己一定非常的就是感觉自己的情境是太恶劣，为什么我那么不幸运？为什么在我身上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逃难的基督徒不是，他是带着一种使命，带着一种神给我更强的力量，要去克服我自己本身的不方便。那这个是腓利到各地传福音的一个图片，这是他行走的路线从南到北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听到圣经讲说，他是跟一位埃提阿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伊索比亚的太监来传福音，后来在路边的溪水旁就为他施洗了。我们很多人去追索这一段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后来就没有继续了。不过有人开始去探查，原来今日的伊索比亚，就是在初代的时候，古老的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就存在在伊索比亚。后来因为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去，所以这一个支好像就没有继续了。所以他们的基督教的教会的形式，包括现在埃及也有一些教会的形式，跟我们现在从西方发展出来的教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东欧或是往苏联苏俄这个地方的东正教也另外一个发展。不过我们发现说，这个福音的门徒腓利的传福音，带来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福音的发展。总之，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学习，就是说，在逆境中仍然能够传福音，逆境中能够传福音。那我们会思考说，什么样的动力让基督徒在逆境跟苦难中仍然传福音呢？刚刚我们就提起过了，你是一个逃难者，你是一个奔亡者，你怎么还有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呢？能够存活下来，能够侥幸生存下来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竟然这一群人在苦难当中还做了福音的使者，还成就了上帝的圣工。我从这些经文里面，从这些故事的背景当中，我觉得有3点的学习。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不可能人做这种事情做得出来。那就是以这位司提反做代表。在第8章的前面，就是有关司提反被迫害的故事。在结尾的时候，有这段经文7章55节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那这是原来的经文那我们再看56节，就说我看见天门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司提反在临终死亡前的一刻耶。他没有讲说，哎呀，我是冤枉的。各位不要那么的激动好不好？我只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而已不要杀我。他不会讲这些，也没有求大家可怜他，都没有。他就是光看到主耶稣，看到人子
他认耶稣站在上帝右边。换句话说，在那个最紧急的时刻，司提反所看见的是一个超越了人的生死肉体的恐惧，临死前的那种害怕，已经看见神的荣耀在那边。他看见那个人在世上没有办法达到的，他已经看见了。所以司提反从容就义，而且在这些迫害他的人面前充满了平安。那是我们看见圣灵充满才能达到的事情。这个是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勇敢殉道的一个图片。第二个，这群门徒、基督徒逃难各地，除了被圣灵充满之外，他们心中的一个清楚的理解是，他们见证了主耶稣复活。主复活的大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信徒身上，因为从他们看见的主耶稣，不是被处死的罪犯，而是战胜死亡的基督。他们所信的耶稣，在他们面前呈现了，在他们面前显现了，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英雄，或是一个有大能的领导者而已，他是一位超越人世间最恐惧的死亡那个能力都超越了他，是复活的主，战胜死亡的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被复活大能的主所充满的恩典的基督徒。第三个，他们还在那个时刻，他们知道说，他们随时要迎接主耶稣的降临，相信升天的主耶稣很快会再降临，他要掌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当时的一个整个观念，不像一种承平时期。刚刚我们是说，我们台湾目前算是一个很幸福的国度。我们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透过幸福小组安排一个非常温馨的聚会，有咖啡，有诗歌，有分享，有非常棒的一个气氛，那是一个温暖的时刻啊。但是当时的基督徒不是，他们认为这一种困境、这一种挑战、这一种目前的现象，有可能随时会改变，因为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使徒行传的第2章那一段非常出名的故事，这些基督徒看见说，世上所拥有一切只是暂时的，因为主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不再重要。所以圣经记载说，他们就是变卖所有的，彼此分享，大家共用。那种情境是这样的气氛。所以圣经这段经文提到说，耶稣升天了，然后有天使跟他们显现。这段经文这样说完了这话，耶稣在他们注视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了。他离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2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旁边。怎么说呢？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怎么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也要看见这样回来。换句话说，这一群被天使宣告的人当中，他们就接受了这个讯息。你怎么看耶稣升天，你也要看到他们来，看到耶稣再来。换句话说，他们在身上觉得，我随时会遇见这一件主耶稣再度降临的事。所以难怪他们有这样的积极，有圣灵的充满，有复活的盼望，还有耶稣要再来的一种动力。所以他们逃难到各地，不是隐姓埋名躲藏起来，而是他们勇敢的见证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话语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就是说，基督徒对福音的负担，有如我们之前在幸福小组所说了一句我们的标语，他这样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因为在当时的基督徒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无法跟他们要迎接耶稣降临那个荣耀相比。他们要在主里面享受神
国度的恩典，世上一切只是暂时的，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价值观，它是这样子的：他们觉得得到属天的祝福跟报偿，大于今世短暂的兴盛跟成就，尤其在初代教会这些门徒基督徒的身上。那我们基督徒呢，如果从今日的理解呢，我们不是把它两分化，我们是觉得说，在这个世上，神赐给我们应有的恩典，赐给我们先知跟成就，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更乐于去追求这个属天的祝福跟报偿。换句话说，你不是为了现今的享受就舍弃了这个祝福报偿，不是说我太高调了，太过于这个个人的一种理想了就世界什么事情我都不要，我只要得天上的祝福。因为神是把你放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你要这个属世世界让普通的人看见你得到什么恩典，然后愿意跟随你。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实在是基督徒最大的恩典跟平安。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勉励的是，今日的逆境跟传福音的使命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刚刚说，早期这些基督徒是遇到一个明显的有对象的一个迫害者，一个苦难是看得见的。这些兵丁，这些抓人的警察，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面对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所谓的新冠病毒。好，那我们需要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呢？当然跟初代教会的逆境是不一样的层次啦，但是有同样的情况。新冠疫情肆虐全世界，我们人们因为防疫的关系被隔开社交的距离，好像也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困难啦。因为平常我们的理解，传福音就是到你家去拜访你，传福音给你，或是邀请一些好朋友，我们到咖啡厅坐一坐谈一些信仰的事情，或是到处串门子啦。但是这些都被限制了，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困境，因为你被绑住了。但是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困境的努力，在困境中期望我们怎么样护这个福音的使命。我想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相对于世界很多地方，特别像纽约意大利西班牙这些那么大的一个苦难，其实台湾真的是太轻微了。那我们可以看见是我们的周遭大概遇到困难的人是这一些。我们是在疫情的惊恐当中，很多人心灵上不平安，有忧郁。也许我平常很自然的生活情境，因为我不敢接触人群，我不敢到菜市场，我不敢到百货公司，我不敢到那个餐厅，因为好像那种畏惧到底什么时候会被感染不知道。那种苦难、苦闷、忧郁是有些人心智不够成熟的人会这样子。有人脆弱，有人有焦虑，有人有苦闷。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网络的笑话，或是在电视上笑话说，我一旦咳嗽2声整个电梯人都跑掉了没有位置坐，我就咳2声。为什么？平常你不会这样嘛？所以这样的焦虑感，其实反倒是我们基督徒关心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同时，我们也很明显看到，现在电视上报道有些什么大餐厅关门饭店休息航空公司减班我们的桃园机场那些门就关起来，因为没有工作了。华航听说要减薪我们当中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人工作受影响，至少收入一定受影响。如果能够保住工作，就已经不错了。好，这些人更需要耶稣的恩典，需要福音的大能的帮助所以，反倒我的意思说，比照当时苦难中的基督徒还仍然努力传福音，现在台湾在目前这种情境之下，不是太严重，反倒我们还要更勇敢的抓住传福音的机会才对。因为这个风险相对当时的基督徒真的是太轻松多了
好，我们有几点的要求。第一个，染疫的风险，它在挑战我们的爱心、信心跟勇气。这个就是彼得前书1章7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能经过那火炼。换句话说，你的信心比精金还坚定，对不对？他说，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感谢主。有时候苦难并不是完全是坏事，是在考验你。到你平常接受的信仰是一种甜点式的一种只要享受祝福的遇到苦难就逃之夭夭的呢，还是在这个时候信心的考验超越了任何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刻是基督徒查验信仰、品格跟人性的时刻。平常你觉得我很热心敬拜神聚会很热心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一样。但是遇到苦难、遇到挑战、遇到不方便、遇到很多的阻隔，你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信心吗？所以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们基督徒在查验说我的信仰的体验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有受影响吗？对神有失去信心吗？第二个，你怎么样安排这一段疫情时期的灵修的生活？你的社交的困难被挡住了，你用什么方法去突破它呢？你跟你的朋友用网络、电话或是这样的一种联络的媒体，你用了多少呢？而且在这段时间，你不能正常的生活的作息，你怎么样保护你的健康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自己检验自己的时刻。所以我看到一句话这样说，他说：危机不一定会塑造、培育出人的品格。意思说，碰到这个不一定会让你更强壮，但是他说，危机一定可以查验、污验出品格。你的品格好不好？你的品格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到底呈现的品质是什么？就刚像我们看到的彼得前书的1章17节，你是一个精金被火试炼过吗？还是说一下子就消失了？那是我们遇到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华文的一个成语当中去再描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疾风知劲草，反荡是忠臣。我们会看见说，在这种危机的时刻，你有没有患难见真情？有没有日久见人心呢？我们看到说，路遥知马力，危机变忠贞。这些话语都是平常我们练得滚瓜烂熟，但是放到危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时刻。第二部分，教会群体聚会受限了，我们突然间整个礼拜的人数降了一半，有时候更多。但是另外一种角度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分散，对不对？有人在家里面，有人到外地去，有人到野外，看起来是被稀释了就没有一群人在一起，感觉上看不见。但是有人把它看成说，这个是一个分散的微型的教会，不是300-400个人聚在一起的大型的聚会，而是你的家庭或是你单独一个人被分散到各地，但是你呢，教会存在。那这个被稀释，还是教会继续扩展？就像当时初代的基督徒，不是消散了，而是把力量扩展。关键就是在基督徒的品质、信仰品质这一段时间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卡通图画，是大家可能看得到。左边的这位是代表魔鬼右边的是上帝魔鬼就带着冷笑，然后对上帝说：“我借着这个新冠病毒我把你的教会都关掉了，哇，好像自己的得胜那个感觉。”但是上帝笑笑回答他说：“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恰好在这个时候开了好多教会，在每一个家庭都开了一间教会。那就是看基督徒怎么样去判断这件事情。当然觉得不方便，当然觉得大家不能同时在这个时间地使你的敬拜。
但是只要是你的信仰品质够坚定，你是被分派出去的初代门徒，他们到各地就是传福音，就是设立教会。那这个是差异，就在于我们信仰的品质。最后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有一个智慧传福音的模式，因为平常正常的方式不行嘛，那就是在挑战基督徒寻求新的传福音的时机、途径跟模式。那你怎么样运用？也许你的小组，或是你弟兄姐妹一个家庭，什么创意？但至少我们在这个不方便的时机，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们借这些一定可以关心我们的base。在下半年度，我们期待能够顺利的开办我们第4期的幸福小组。有些人就是你现在关心成为base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大家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或是各自保护自己的事情，你的关心引导他，那是多么大的温暖送回。也许他是医护人员，他每一天进出医院这个焦头烂额，你的关心会承担很大的帮助。有人工作影响，有人收入影响，有的家庭遇到困难，有的甚至亲人当中有人确诊的，他一定遇到很大的困境。这时候你有没有伸出你的爱心的手，爱心的温暖的关心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传福音的一个指引基因。另外，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长辈，有一些心有忧虑的亲友同事，特别是很多弟兄姐妹是工作、收入、上班，还有包括整个情况都影响。你怎么样让你成为一个有意识、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使命感？就像初代的门徒，他们虽然分散了，虽然不能一起在耶路撒冷聚集，但是他把教会带到他们所去的地方，他把福音带到他们所去的地方。期待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同工如果有带领唱这诗歌的，一起来唱的。主，我跟你走，一起唱这首诗歌。一边唱一边回应神的呼召。
而是力量的扩展。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关心每一位受苦的人。第二个，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虽然大家分散了，但心仍然火热，彼此的连结更紧密。让我们无论是实体的礼拜，在网络中的敬拜，我们同样经历了神的祝福跟恩典。第三个，我们为教会当中参与医疗的人员、教育的人员、接触陌生人的服务者，以及我们教会的长辈、小朋友、学生，都是蒙神的眷顾，让这个疫情能够渐渐来消除，让我们恢复正常的聚会。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也求神保守，让全世界大家的努力同心之下，这样的疫情能够早日得到消逝，大家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经历到神的祝福跟恩典。也请你为自己的家人祷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工作、生活、外出，甚至在国外，都能得神的保守。我们一起方便的话，开口一起来祷告。阿利亚，上面主，恩典的能力跟同在，力量跟同在，祝跟同在，愿神的恩典饱满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求你的恩典跟时刻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主你的差遣者，无论分散到各地，仍然为主传福音，愿意为主做见证。求你保护，求你保守，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当中有在医疗人员，我们有当中有许多教育人员，有许多是接触第一线的服务的服务业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也有在工作受影响收入受影响他们的健康也受影响，求你心之怜悯。我们有在出国外的青年工作的弟兄姐妹，求你也保守他们。感谢主，到我们教会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实体或是在网络，让同心蒙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彼此关心的祝福，神的恩典就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现在父神，感谢你，感谢让我们从你的话里得到一个新的启发跟力量。主啊，虽然被疫情限制，我们不能常常在一起，但是只要带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就成为分散的力量、分散的能力，为主传福音到各处各地。主啊，让我们除了这样的信心，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主啊，让我们来关心这一些因为疫情影响、工作生活受影响、经济收入受影响的，求你亲自保守我们教会的长辈、我们教会的学生这些青少年主日学，求你的恩典也跟他们同在。特别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求你保护我们。虽然我们还能够到处走动，或是有限的一种生活模式，但是求你让我们被你在你保守之下，没有遇见疫情的挑战或是病毒的攻击。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新的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有神特别的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师会，谢谢。我们一起来奉献。你爱。
我们一起来翻开周报。我们请先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来读本月的金句。金句记载在诗篇16篇第11节。预备，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篇11节。我们请翻开周报。下个主日的服事同工，我们请自行参阅。这边简单报道几点事项。在本会消息的部分，本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有一些相关的措施，请各位我们自己来参阅。那特别是我们的主日的礼拜，我们同时会进行网络的直播。我们有3个路径，我们可以来看网络的直播。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可以做连接。第二个就是透过我的教会这个 App， 可以打开来看直播。再来，或者是我们从 YouTube 里面可以搜寻富强教会领域团队，这边也有路径可以收看直播。再来，我们看第3点，本周五我们开始开办网络的线上的祷告会。本周五开始呢，会有我们的牧者团队会录制祈祷会的影片，时间大约20分钟。那我们在各小组或者是在祷告的时间或家庭个人灵修，我们都可以自由的来使用。好，再来我们请翻开到第6点，开山陪伴的系列课程会即将开课。那一样，我们从同步的训练跟实际的措施都是由网络的课程开始。那在其他消息的部分，因为近期我们有直播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影音团队的部分我们有征求同工。如果说各位有兴趣，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团长来报名，来学习直播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跟操作的方法。最后，我们也同步继续的为着这个世界以及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来祷告。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的兄姐有需要在医治或身体病痛的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祷告。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刚刚的重要的报告已经完成了，牧师只做一个补充了哈。在投影片里面有一个第3点已经报告过了，就是说在这个礼拜3的晚上，因为我们已经各小组暂停聚会、周间聚已经差不多1个多月了哈。那我们想说听听各小组同工的一些意见，你把牧师讲到的最后变成一个投影片哈。欢迎大家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区长，还有包括我们的长老，如果时间方便，在礼拜3晚上8点在3楼我们会把它做开一点那欢迎大家来出席，一起分享怎么样关心我们的组员、我们的会友，还有包括我们用这个网络的一个聚会有什么样的心得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提一些意见，说我们再来。教会的情况要怎么进行呢？这个都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有几点感想。第一点就是说，我目前教会实体的聚会，无论是4楼、5楼，或是3楼，我们都合乎了政府的一个群体聚会的规定，没有违反。所以呢，如果包括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比较不会有那种恐惧感不会怕群聚那种感受的话，欢迎回到实体的聚会因为有的教会是觉得说，小组聚会反而人数比较少，为什么没有聚会？反而大堂的聚会大家会聚会，所以表示说，目前台湾的情况相对的平安只是说，如果你平时没有这样的顾虑，那我们一起继续聚会，我们要按照规定戴口罩消毒，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让我们同在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讲说，你如果情况什么不用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误解说，好像教会叫你不要来聚会，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自己考量如果你有这个风险，或是身体比较虚弱，不方便群体聚会，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不受影响，我们坐的位置松一点都没有问题期待大家一起来带导度过这一个疫情威胁跟影响的
一个时期，期待我们能够很快恢复正常的聚会，用这样来做报告，谢谢。我们一起来唱颂咏诗歌，归总起立。唱完诗歌之后，我们请牧师做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